2003年8月16日，当时的内政部长余正宪在拉法叶军舰登上南甩太平岛插国旗宣示主权。余正宪在军舰顶面待2天，伊形容国防部确实以超悬的规格来接待，不过伊嘛强调讲，伊是代表行政院长宣示主权，才有这款的态度。2012年8月16日，维基解密网站创办人叶桑杰秘伫英国的厄瓜多大使馆，佢得到政治庇护。不过叶桑杰因为被控性侵，和英国的法院判决，还引渡到瑞典接受审判，引起英国、瑞典甲厄瓜多3国的外交大战。今仔日靠被送上救护车，好人救起来，人客规面拢是乌油。2013年8月16日暗时，载几啊百人的渡轮伫菲律宾苏务港外海1公里的所在，准备要入港，想不到和另外一台货轮撞到，靠无10分钟尔，渡轮就沉落去啊！